想替你举伞，风若来，想替你打伞。若无人甲你宝贝，予我照顾你，海角到天边。原谅我，有时歹心。好人歹找，这句话是公元2020年金曲奖台语歌王苏明恩写予查某囝的心声，甲查某囝对唱的歌声。过去若有咧关心艺界的朋友，你就知影讲，苏明恩就是苏俄真。真正伊就捌写歌，予施文彬、予洪英红唱过。总是人生的路途改变了后，犹原对音乐难得忘怀。毋若安尼生，苏明恩同款咧牵成少年辈。是啦，咱大声来听，踮艺界真拍拼咧写台语歌，一个少年家屁啊，讲起伊和苏明恩合作的过程。勇敢追求，免惊后悔。迄个时阵，实在感觉伊是一个就是很有弹性，伊嘛是会当就认真做工课的人，嘛是会当很放松过生活的人，对，就是很收放自如，然后也非常的谦虚。伊嘛是一个对音乐就有热情，就是很有热情，也很专注在做家己想要做的音乐这个代志。我感觉渊哥上厉害的所在就是创作，就是伊写歌词，搁有歌的所在。为什么安尼讲呢？是因为我每一摆我看伊写的歌词，就是台语的歌词，搁有和歌曲结合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这个人真正是安怎讲，就是有历练之外，伊的歌词是真正是台语，就是毋是讲阮平常时使用的台语安尼，就是很口语化的那一种，它是有一个台语家己的韵味，对，就是很有底蕴的一个内容。Hello， 渊哥，足久无见面啊，今仔日是想要和你分享一寡我的心声啦，就是讲哦，一直以来很感谢你对我的照顾，就是不管是做音乐嘛好啊，还是生活上就是得到很多你的帮助这样子，然后也跟你有很多合作，我感觉是真欢喜嘛，是很幸运的事情，不用想太多的是跟做音乐吼啊，就是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啊。我会做啊真好听，免烦恼，真的。祝你这个专辑新的专辑会当互足侪人听到安尼。路途弯弯弯弯，看无终站，生做怎样？嘴仔扎着面容，扎着笑容，扎袂着希望。未来茫茫渺渺，天边海角，互相安斗。孤鸟飞过千山，才对着路，找着伴。感觉流浪，感觉多强，敢免原谅。
敢好绝望，敢敢反抗，敢要守护。人生起起落落，失败趁早，成功无嫌晚。明仔载的笑声，敢会伫遐？看你感觉。感觉流浪，感觉多强，敢要原谅，感觉不忘，敢好绝望，感觉反抗，敢要守护，感觉。感觉承担，感觉控诉，感觉辩护，感觉匆忙，难免感冒，感觉打做，敢好一命。因过爱听伊的作品的人，知影伊数而精，书而真。近来真侪去拜托伊代志、央伊代志的人，称呼伊苏律师。是啦，咱来欢迎台语的金曲奖2020年台语歌王的得主苏明恩苏老师，欢迎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好人歹找，这是你写给查某囝的心声对无？当然啦，咱会讲吼，就是啥物代志拢读册优先啦，吼，啥物袂使含即个读册冲突啦。啊，咱读到大学，读到法律系，读到3年的时阵，有一天摕咧唱片公司的合约，我等去找老爸讲，因为我是未成年嘛，爱合约迄未成年，爱法定代理人签名嘛，所以我一定要等去找伊啦。啊，找伊的时阵，一开始是做惊讶，伊是讲啊，你这哪有唱片公司要甲你签，你敢有接到唱歌？结果我甲伊说明，尾仔伊了解了后，伊怎对迄个经验马上变面哦，变做是足生气的哦。伊无法度理解讲，哎呀，你当初是你包袱啊款来去台北读册，竟然甲我讲你无要读啊，你要去唱歌，所以伊无法度理解这个代志啦。我记得我迄阵嘛是足叛逆的咯，我就门一响，砰一声，我就搁坐车登去台北啊。那无签名要安怎？真简单啊，因为我19岁啊，佮过1年我就使家己签啊。真好打。所以迄个是我对南部来台北学册，我有2个志愿啊。第一志愿就是我实在是对音乐足有兴趣，我希望会使出唱片。第二个志愿就是，既然我选法律系，我就是要考律师，我就是要考掉律师。但这2个志愿都足困难的，迄阵律师的录取率足低的哦。所以我伫咧大学的时阵呢，因为2项拢遮尔困难，我就先甲功课呢放一边，就开始做音乐啦。
安尼嘛是好啊，对，迄个时阵是。嘛是有发挥啊，嘛是有写歌红唱，嘛家己搁出专辑啊，嘛是人讲真才情啊，嘛是值得学了。但是即摆想起来有淡薄仔见笑，就是讲迄个时阵，毋是讲足认真咧尽家己的本分吼，毋是讲足认真咧读册啦。啊，毋过龙珠回头啦，因为这个一半我就感觉无顺利，我去等下考试。啊嘛，我嘛感觉运气袂歹啦，会使叫我考掉执照，会使互我一个迄个谋生的能力安尼。是讲你当阵，哪会讲我决定要来台北读册，经法律系，迄甲你的个性敢有牵连？当然有啊！我细汉的时阵，我会感觉法律是一个力量啦。吼，有当时啊，咱无得确爱使用伊，但是咱来了解伊，咱来了解法律是啥物货。所以加减减是一款保护家己的一个知识啦。所以我着迄个时阵，我是实在是有足大的兴趣，我才会选法律系。啊，嘛有影，一路安尼一直坚持，是到目前，大家称呼你苏律师，结果吼，对音乐又完难得忘怀。国校的时候，阮爸爸有迄个黑胶唱片嘛，啊，伊拢有一寡迄英文老歌啦，吼，一寡老歌，因为听西洋音乐，吼，啊，我会放来听。阮爸有一支吉他，啊，我感觉迄歌拢最好听的啦，较早一寡什物卡本特、木匠兄妹一寡抒情的英文歌，啊，我就哪听哪学，啊，我的吉他摕起来，我会甲 copy， 譬如讲这和弦是安怎进行。吼，啊，当然迄阵英文也毋是足好，啊，着算讲哪模仿、哪唱、哪弹。我迄个时阵我着有强大的兴趣哦。嘿，啊，所以阮爸爸迄阵就足感觉讲，即个囡仔较会拢等下剩的吼，人个伊个细汉伴要带伊去佚佗，伊拢无要去佚佗，伊拢收着即台键盘吼，伫咧键盘的面头前咧研究遮个音乐。我迄阵是对迄个时阵开始有兴趣。啊，开始忙，跟爸爸继续慢慢有送你去训练，讲学一个琴，还是学一个其他的乐器，还是拢无师自通的对。哦，应该说严格来讲，我爸爸应该是算我半个老师啦。嘿啦，啊，就是在弹的时阵会甲我教一寡基本的和弦啦。是。啊，到台北的时阵吼，我知影讲有一段时间，你敢若讲原来有才调，靠弹吉他唱歌、录生活，搁得到足侪扑街声对无？拜五、拜六礼拜，我会伫咧各大民歌餐厅走唱。迄阵有真侪迄个民歌餐厅伫咧西门町啦、邦桥啦，吼，啊，着四界来办的呢。我迄阵是因为我拢知影讲，迄餐厅拢有一个合作 testing 试唱的时间。譬如讲，伊着叫排班的主管呢，伊着排每礼拜六的下晡3点，啊，你若想要来排班，你着要来唱互伊听。啊，所以我就逐间拢去唱，唱出来讲，你会使来，啊，开始排班的呢。尾也是感觉讲，迄阵会使应付啦，就是会使负担我家己的生活费，另外嘛会使讲，互家己的功课，莫压迫甲讲一天到晚拢读册安尼，有一寡外口的刺激。嘛开始愈来愈侪人发觉讲，哦，这个少年啊真够唱啊，所以是毋是唱片的合约原来对遮来？差不多是哦，迄个时阵我会记得有一寡。老师，吼，伊咧找歌手嘛，伊就会去民歌餐厅找，吼，我共陪有真侪人拢安尼出新嘛，包括张宇、尤鸿明拢是安尼出新。迄个时阵就是一寡制作人老师会去民歌餐厅去找歌手，啊，但是我也是参加比赛，我是参加一个合作北区大专民歌比赛，我摕到首奖，啊，迄个时阵黄大军老师伫咧台卡做评审，我会记得奖项还未公布的时阵，伊就甲我叫后台啊。伊讲：你有想要出唱片无？我听到伊安尼讲，哇！我迄个电到，哈！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代志吼。半暝半嘛甲因好。对，是完全无法度想到讲，有人安尼甲我开喙，就是讲出唱片，这是梦想啦。就像我讲的嘛，伊考律师足困难，出唱片也更加困难。做唱片啊，真侪人甲你斗3工，啊用真大的这金钱、劳力、时间甲你栽培，甚至迄阵做唱片要开真侪制作费，爱宣传、爱企划，哦，拢爱真侪开真侪钱，所以迄是一个门槛足悬的代志啦。啊，迄个时阵伊讲要甲我签哦，我就连夜啊，就甲迄个契约就摕转给阮爸爸，拄好我讲迄个故事。出代志啊，是啊。
咧长迄一日，伊讲要照顾你到老，无论产食好囝，白条拖磨，计划要生2个囡仔，请用因出团，为着幸福来打拼，甲你疼入心命。当初伊的酒泉，拢是无影无食，流落的目屎紧切予干，这张离婚协议等你签名。无情的、无义的、无心的、无缘的，拢来找我，为恁偷开这条姻缘线，放恁自由行。有情的、有义的、有心的、有缘的，祝福恁行到老，予我做一个善良的歹人，拆散无幸福的人。伊要甲你拆吃落腹，好嘴开开，无赞无赞，善良的我不甘你继续忍受摧残。当初伊的酒泉，拢是无影无食，我甘愿做一个歹人，一刀切断恁的姻缘线。无情的、无义的、无心的、无缘的，拢来找我，为恁偷开这条姻缘线，放恁自由行。有情的、有义的、有心的、有缘的，祝福恁行到老，予我做一个善良的歹人，拆散无幸福的人。做一个善良的歹人，拆散无幸福的人。我来做一个善良的歹人，拆散无幸福的人。啥物叫做善良的歹人？律师，我感觉好歹无绝对吼，所以其实善良歹人写的是律师的角色，因为咱咧处理一寡拆散人婚姻的时阵，咱来做歹人，吼，因为咱台湾人讲咧婚姻讲拆散是无好，是无道德的嘛。啊，但是来到咱事务所要委托案件的时阵，有真侪迄妇女拢是去互人家暴啦，还是讲先生外遇啦。所以咱迄阵咧接案的时阵，想讲啊，若安尼，敢有需要维持落去？啊，无我就做歹人，吼，拆散因的婚姻，来甲因诉讼，提起这个离婚的起诉。啊，假使有才成功吼，安尼嘛是算功德一件啦吼。
因为虽然是一个无好的代志，但是咱的出发点是善良的啦，所以毋只讲善良的歹人是安尼来的。就像我伫个金曲奖得奖时，我有讲嘛，我讲人生有真侪代志咱无法度去预测，但是袂使因为惊死就毋敢活啦。吼，所以毋只讲，迄个时阵就是讲啊无做出来嘛，开遮的钱，有的人买一个奢侈品都无去啊。我甚至我会使继续我的梦想，我会使留一张我家己100%满意的作品，我会使做看卖啊。啊，所以迄时阵我就毅然决然去做安尼，无想到讲结果是好的啦吼。你有真侪歌，拢是对家己职业中间的经验去体会出来。后写迄个负人人，你头拄仔咧讲，互翁婿再三再四糟蹋欺负的。啊，嘛有迄个感情真深的呢。翁婿已经消失去啊，伊唔愿接受的。对对对。伊唔愿去相信讲，即个翁婿已经无去啊。到落尾才来拜托你讲，哇，7年到啊，爱来宣告死亡。这种你的作品，这种别人的人生经验，有当都要写不出来的。是啊，我的工课本身，互我接触真侪人生，接触真侪冲突，接触真侪这个社会较大家看袂到的所在啦。所以我真感恩就是讲，会使对我办案的这个经验吼，去发掘我创作的这个材料。所以律师经过再三办案的过程，我相信看到足侪人生变化迄一面。安尼你才会去写敢敢这个歌对无？对。咧调度敢敢，敢敢进前，敢敢退后。拄我讲的嘛，啊，你著行东行西就毋敢做啊。哦，啊，迄阵咱逐个喙暗暗的时阵，喙暗炸着笑容，但是炸袂着希望啊。所以今摆咱喙暗会使摕落来，咱看到希望啊嘛。吼，所以这个过程都是一个人生应该要经过，有起有落嘛。哦，欢喜的时阵。在顺利的时阵，真侪人甲你恭喜；但是你在低潮的时阵，你在伤心的时阵，嘛是有真侪人看袂到的时阵啊。唱片有影出来，啊，结果吼，那安尼市场反应也普遍。你敢敢继续唱，还是要翻头，要决定另外行一条路？迄个时阵你就选择考律师。迄个时阵就是冲突真大，因为我一直在想讲我真的遮尔无效吗？吼，虽然市场无接受，但是我会使佮继续熬啊，我会使佮继续伫无效发展啊。啊，但是佮开始差不多有这个想法，开始佮过2-3年啊，就佮过去啊。迄个时阵做音乐的版税收入所赚来的钱，已经无法度维持我的生活。我毋才开始想讲，哇，那人生的退路是啥物？继续熬落去，已经是做梦啊，毋是在追求梦想，是在做梦。因为你都无法度生活嘛，对无？你已经27、8岁啊，你敢会使个伸手甲出人摕钱？迄阵我的女朋友都甲我讲，伊讲我相信你会选法律系吼，应该是对法律有真大的热心啦。啊无，这法律遮尔歹读，你人袂选法律系嘛？我想想，毋知点对，我就。毅然决然，等下准备考试啦。迄个时阵是安尼，啊，无想到考调出来职业，就开始无用的工课，所以一直当差不多到要十几年、20年，才佫有新的作品啊。头拄仔你咧讲当伫咧选择，当伫咧调度的时阵，你的牵手，当时的女朋友，讲起来是真重要，支持的力量，对无？对。所以你有听出来哈？当初是女朋友，即摆是阮太太啦。对，伊甲我鼓励，伊甲我鼓励，伊就讲，其实考试毋是数学问题啦，毋是纪律的问题啊。虽然录取率较2%尔，啊，但是呢，这是有甲无的问题呢。认真就有。对，你毋敢去做，你连这个失败的勇气都拢无，你就毋免甲人迄落比拼啊嘛。所以我听伊的建议，我讲对啊，来变化卖。你嘛无想到讲？有一天真正我阁有安尼一块专辑继续出呢，完全无想到。我一直都想讲，我的工课就是安尼啊，做到老啊啦。吼，因为真侪，阮这道真侪拢做到足自亲嘛，是要个咧职业嘛。但是我的想法是讲，其实人生有真侪可能啦。吼，因为
你唔是单要做一件代志尔嘛？咱的教育拢甲咱教讲啊，你职人的人生，你得一世人做一件代志。我感觉这无的确，这无的确对哦。因为你一个人的个性是有真侪真多元，你的内心嘛有真侪所在在追求无同款的兴趣。所以你若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才调，你会使试看卖啊。有可能伊伫咧另外一个所在，伊的开发结果嘛无的确啊。就像譬啊吼，我感觉我有责任，就是讲这个台语歌，伊有甲我学到嘛。伊讲我有一寡特殊的这个作品的这个角度，伊感觉真好。所以我感觉这就是一个传承嘛。吼啊，有人要听，有人要学，啊有人要甲咱讨论，迄嘛是对咱来讲嘛是一款疼惜啦吼。所以我将来我嘛在想啦，讲会多甲这少年辈的音乐人合作，吼啊去听因的想法。啊有当时嘛不的确是我在甲教哦，有当时也是颠倒是因在甲我教呢。哦，因为我一寡想法，我是讲，敢是安尼行？伊讲，毋是，即摆应该爱安怎做啊？所以我感觉这音乐吼是跟这个时代变化是紧紧结合的啦。啊，因就是最有活力的这一代。那我们当然是有我们的传承经验。那我觉得如果互相在一起合作，搞不好会蹦出更大的火花啦。什么风景上水？是你算笑的话，其实不是假。人生茫茫渺渺，亲像灯塔，为我照路。感谢你。带我慢慢靠岸，想要伫你的心内写一条歌，歌写一半，心碎一半，写袂出我对你感觉的一半，青春过一半。勇气剩一半，写袂出你想要听的话。什么风景上水？是你。算笑的话，其实不是假。人生茫茫渺渺，亲像灯塔，为我照路。感谢你，带我慢慢靠岸。想要伫你的心内写一条歌，歌写一半，心碎一半，写袂出我对你感觉的一半，青春嘛过一半，勇气剩一半。写袂出我想要讲的话，歌写一半，心碎一半，写袂出我对你感觉的一半，青春嘛过一半，勇气剩一半。写袂出你想要听的话。
写一半，话讲一半，留一半，予你问我。阿尾啊，你若真正决定讲，我要来做唱片、做专辑，结果伊原来甲你拍扑啊，还是即边又甲你打动啊？哦，伊是完全支持啊，因为伊感觉你有能力，我要甲你当啥物？吼，你也毋是去做歹囝，吼，去跋筊，去学爸母，吼，去贿赂，毋是嘛？你做的是一个兴趣，就像国珍讲的，台语歌嘛是有伊的意义在咧。咱就有一个真大的一面旗啊，就是讲咱是对台语的母语的这个传承嘛是一个目的。虽然无遐尼，这个理想无遐尼崇高啦，但是嘛是一个目的之一啦。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代志啊，伊想要甲你寄传，哦，啊，但毋是讲厝里无米啊，你搁摕遮应该买米的钱去糟蹋别项代志，吼，毋是即款状况啦。啊，所以伊有支持安尼。少年的时阵吼，恁规定朋友伴，黄大军老师拖出来，包含你，包含王宗平、中平兄，包含黑哥、贾明友老师，恁迄当阵原底拢咧做华语的唱片，跟陈建伟啊，跟建伟，建伟嘛是啊，啊结果吼尾啊，大家拢行对台语歌来，原因是安怎？做国语歌做到尾啊的想法就是讲吼，其实。咱的生活，咱的在地，咱有真侪所在，会使用咱细汉的时阵，咱自细汉妈妈教咱教的语言，甲表达出来。我感觉黄大军老师是一个咱大家合适的对象啦。伊当作是伊先做这个代志，伊是身先士卒啦。啊，咱的学生辈讲对啊，老师伊讲台语的人，伊即摆来做台语歌，啊，咱是安怎袂使对伊的脚步行呢？所以是一个潜移默化，哦，迄个时阵就是伊先做，哦啊，我毋只想讲，啊无，咱咪唔使做看卖，哦，啊，我感觉台语歌含国语歌其实无啥物差别，虽然换一个语言，但是上重要就是伊的血脉嘛是你创作的这个养分，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。你的养分有够好，你的创作有够深入，你不管用啥物语言。拢会使感动人啊！啊，譬啊，你讲，伊感觉你写的台语歌词吼，真正拢动人的心肝呢。啊，你遮无用做律师，要哪有时间通写词，要哪有时间通作曲？一个人24小时，你无可能拢咧工作嘛，无可能嘛。哦，你嘛有你的娱乐啊，你嘛有你的代志啊。啊，我就是用来写歌嘛。哦，所以时间是有够用啦，是有够用哦。啊，我有当时啊夜深人静的时阵哦。我就开始去想嘛，去想讲，哎呀，当初是我办迄案件，当初是伊啥会伫我的面头前，伊会流目屎。伊啥要含迄个囡仔分手的时阵，安尼无法度安尼讲分就分哦，迄个分离的焦虑啥遮尔严重。我去回想这个代志，这回想的过程，就慢慢啦，这歌词就慢慢啦出现啦，是安尼。所以我毋才讲我足感恩，就是讲我的这音乐的创作的所在吼，会使对我受任的案件来啦。敢有倒一个案件，互你写作歌，啊，你印象足深的，当甲阮小提起。哦，真多呢，真多。有一个案件是安尼吼，是一个12岁囡仔的案件啦吼。伊就爸爸来找我的时阵吼，伊是摕伊的前妻告伊的一个诉状来啦。啊，我现咧就知影，伊一来告讲吼，告爸爸讲，你请12年的这个囡仔吼，其实是我当初是含外口的男朋友小王生。啊，因为离婚的时阵12年前，迄个时阵妈妈的经济状况较歹，所以约定互爸爸来监护。过12年，才来提起这个诉讼。啊，这时阵爸爸的想法是，律师拢会自作聪明啊。
我想讲啊，你去用骗12年，这个代志隐瞒遐尼久，你足生气啊！你请一个毋是你血缘关系的囡仔，毋是你的骨肉，吼啊你去互伊骗遐尼久，所以我甲伊讲啊，真简单哦，啊你囡仔害转去，啊你甲伊提起这个12年来的这个不当得利的抚养费诉讼，但是伊甲律师讲，律师，我要爱这个囡仔。所以我听伊安尼讲的时阵，我就去互伊，我互伊，我想讲，人讲的就是用的吼，比啥物？比生的较大啦。所以因12年的陪伴，12年的这个情感的建立，是无法度搁去打破啦。迄个心情足复杂，足复杂，非常的复杂。因为已经斗阵遮尔久啊，我明明知影你毋是我生的，但是我嘛是要甲你留伫身边。恁老母当初时不管伊安怎对不起我所爱的，我所要保护的，就是身边这个陪伴我12年的人啊。啊，但这诉讼到尾也是无顺利啦，到尾爱公平爱分开啦。所以我写这条歌的时阵是伫我事诉庭门口。妈妈含伊的当初是男朋友，即摆佫有斗阵哦，要来带这个囡仔的时阵，哇，扭袂行呢，囡仔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啊，律师哭了，甲伊讲啊，你缀恁妈妈去。这条歌你定愿写较好对无？我是感觉想起这个代志，我就支撑袂掉，因为我感觉讲，咱拢做爸爸的人，吼，所以咱无法度去感受我的当事者的这个感情啊。绝对有法度感受啦，所以这囡仔要互妈妈带走的时候，一直甲迄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我的同事讲爸爸再见，爸爸再见。我听到这话支撑袂掉，人拢知影，迄毋是因爸爸啦，爸爸是另外一个。哦，啊，12年这么长的时间，其实对爸爸无公平，对这个同事者无公平啊。但是法律上迄言就是迄言啊，迄言就是迄言，无法度改变。哦，这是一个足冲突的代志。尾啊，你甲这个过程写做倒一条歌？目睭内上倔强的沙。律师你若这粒沙就是爸爸，无小心一阵风飞去这个囡仔的目睭内，伊想要带伫遐，但是大家要甲因拆散，啊，沙对目睭要哪离开，爱靠真侪目屎啊，哦，啊，一定要哭啊，哭完沙才会使流落来。所以我就写做这个故事，我就甲写做目睭内上倔强的沙。唱一拍，互阮听。好，我是你的目睭内上倔强的沙，要赶我走，你就大声吼。我是你的目睭内上倔强的沙，飞袂开。运命，飞袂开的是运命，迄就是因的运命。哦，这是目睭内上倔强的所爱背后的故事啦。去南方的时，若闻着故乡的味，拍车啊，行人景，怀念的气味。跋山过岭，风微微，心内有酸甘甜。下港来的歌，想厝的心稀微。亲像无尽的日头花，对天光东西，日头落山以后，伊会头咧咧。我是无尽的日头花，透风落雨的暗暝，
拍落的花瓣随风去，要飞去地。北上遐多年，定望着迄节车厢，一站过，搁一站，走找我的梦。时间含人走相掠，青春已经过去，头毛也未白，就鼻无乡愁的味，亲像无尽的日头花，跟天光东西，日头落山以后，伊的头咧咧，我是无尽的日头花，透风落雨的暗暝，拍落。花瓣随风去，要飞去地。亲像无尽的日头花，日子慢慢啊过，花谢落土以后，找无紧伫地。我是无尽的日头花。就算心内反悔，都市的霓虹灯永远照无回乡的路。有一日，我的囡仔问我伊的故乡伫倒位，我雄雄才觉悟。已经伫这落体，生根。过来，咱来欢迎今日节目的第二位来宾，咱的创作歌手，也是当时连续几落块专辑的苏尔珍。关键我来请教律师，就是讲，人咧叫苏尔珍迄个时阵，我所在吼，公司当然有给你出唱片，不过不是全面的支持，对不对？因为公司也有其他的歌手，甚至讲大牌，甚至讲香港来。我不能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当然是公司很多港星很多大牌，那当然相对的我是一个新人，我不能说他们不照顾我啦，我只能说就是说在那个时候，因为我自己表现也不是很好，很嫩，然后也不大会面对镜头，每次唱歌手要摆哪里都不知道，上节目还会同手同脚，那不是讲天生的会使。做歌手、做歌仔啦，我感觉迄个时阵就有拄着撞墙期啦。对，律师我就是要讲的，讲今仔日咱的反省的，讲迄当阵咱可能也阁无到遐。不过我相信当事人啦，当讲迄个唱片反正无介好的时阵，咱心内一定是唔愿嘛。有啦，有这个心态啦，有这个心态啦，就一款时不与我与的一款心境啦。但是我感觉这正常的啊，人生本来就足侪挫折啊嘛。迄个时阵就像我拄仔甲你讲的，我迄阵就一直开始咧丢毒，吼，到底要继续拼，出2张啊嘛，继续拼第3张，还是讲煞来转去做幕后写歌制作，迄个时阵就开始丢毒，到尾差不多丢毒2-3年，丢毒家己无法度生活，才知影讲，哎呀，我是不是爱去找
是一个工课。你嘛讲出唱片是比较调着书，搁较困难呢。足痛苦的，因为我伫咧真注重艺人形象的一间公司啊。我会记得迄阵爱学肢体，爱跳舞，爱学化妆，完全拢是我无介意的物件。爱上课哦，爱学化妆，爱学跳舞，爱训练唱歌。哦，虽然咱已经是咧比赛有得过奖的，但是对于迄专业的制作人来讲，还阁无够。上晦气的，我感觉想即摆上痛苦的是爱正音，因为迄时阵我一个下港来的囡仔嘛，我讲国语有即个台湾腔啦，所以每工哦，爱伫迄公司念迄个国语日报啊，爱读国语日报读老师听呢。你头拄我咧讲的制作人，就是黄大军老师对无？安尼讲起迄个时阵，伊毋着原来对你足严，非常严格，读国语日报吼，爱读。哦，啊，伊爱听，读了唔好，搁来，吼，搁来猜谱，因为咱是创作者嘛，哦，创作者爱写谱嘛，这是上基本的物件。哦，伊，互咱的这个教育是足扎实的哦，伊毋是讲你用一支手机啊，用录音带录的，你就交 demo 啦，伊毋是安尼哦。你交 demo 你要有谱哦，你要写你的旋律。歌词，你甚至用什么和弦，甚至你这个时阵要进节奏，你要改做什么节奏，什么节拍，哦，啊，你的乐队当时要入来，一开始你要用什么配器？哦，老师来，我来啊！老师你伤早你来，因为伊是等开始要甲你骂呢。哦，你设计，老师好。刚才生活我动起来，无你个歹话是讲出来啊！哇，国真哦，你的心机足大。欢迎，老师好。哎，这绝对无套的，唔敢甲讲，抓一个，无人甲讲。现在抓。本来要讲啊，对不？本来要讲万谈的代志啊，对不？无啦，我哪有可能万谈了？我拄仔讲的是一个事实啦，啊，伊嘛是爱之深责之切啦。当时你眼内苏而真，迄个时阵你表现是好啊歹？伊伫我的眼中吼，一直拢是，表现得非常非常好的那一个。伊是不但是一个天分伫音乐，吼，啊个脑袋灵魂，就是天分一直都是非常好的，足有天分的一个人。哎，啊个我感觉伊的头壳吼，伊的反应比我好差不多3倍，我感觉。啊，伊嘛足感谢你，真甲栽培甲鼓励呢。伊是真适合的人啊，因为我感觉吼，他就是法，什么东西都法，很严肃，什么都有根据条理，对吧？结果呢，你有家，然后你回到家里还要把你在法庭上讲的，拢用讲的了，变做用写的了，还有用嘴唱的。我感觉这个我做袂来啦。我讲伊比我巧3倍，就是这个，伊的灵魂内底是足恐怖的物件。坦白讲吼，做规世人音乐吼，我感觉讲，若会使，我后世人绝对袂阁做音乐的。这吼，尽在不言中。而且老师都要做客气的，伊讲这世人会使选择无要做音乐，其实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人啦。哦，对于少年开始做，到即摆又继续在做。无多，咱就敢若会晓做音乐，敢若会晓写歌尔，咱也袂晓做别项啊，系啊，所以我们才讲配合为，甲我讲要去考迄个法律研究所，我讲你敢我懂，我拼啊，总是要拼看蛮好，拼拼起，结果一遍就给你扣掉啊！这个是我这一辈子的脑袋里面没有的。不过你这一辈子的脑袋吼，敢若会替人家取艺名，敢若苏而真就是你想的对吧？对啊，对。老师忘掉的对无？我拄好主持人甲我问的时候，伊讲敢若我会记伫，敢若是讲你忘掉的嘛？是忘掉的，忘掉没错。但是迄个忘是有一个依据的，就是我感觉吼，自我捌伊，甲要出唱片以来，安尼吼，我都感觉伊的人是袂变的。这个人我感觉就奇怪，袂变，就好像说他，
哦，去做律师，做到真好成就啊。然后有个招人来讲，老师我要出唱片，就是你终归是要走到这一条路来。我迄个是要出神的，我歹人的时阵吼，我印象足深的，我就是第一个就是去找老师，他们教我意见，我去因兜，我甲作品摕出来，伊就看看伊讲，我感觉你，我对你的想法是安尼吼。你想安怎过遮尔侪年，已经有一个袂歹的工课啊，你搁要等来做，这是一个大哉问啊。所以迄阵伊发一个课题啊，伊讲你爱写啥物？你爱写趁钱以外。你甲我讲，伊讲哦，伊讲趁钱以外，就是你即摆在做的代志。趁钱以外，世界遐尼大，有啥物代志是趁钱以外？你的梦想，你的音乐。你要用这个出发点来甲大家讲，你啥啦要做这个音乐，你就是在做一个趁钱以外的代志。啊，因为黄老师的人生吼，真正就是咧做样互咱看，人伊趁钱以外，拢咧听身躯边的人。我讲安尼看有公道无？现在人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嘛，嘿啊，家己我那蜜食几啊当啊吼啊，总会长大嘛。你要让他从错误中学习，这是上歹教的。所以有时候你都要看他往错误的方向走。一摆就知影听。我看差不多2、3遍就知影。爱2、3遍。不过这个唔知呢，这个台语的专辑1集、2集、3集，一直要行去啊。伊嘛是家己安尼爱佚佗嘛。伊已经足幸运啦吼，因为即摆少年啊吼，家己要找这个机会，你都爱。像伊的师弟吼陈建伟出迄块30出头吼，伊出了后负债了。哦，第一张出来的时候做完，哦，他已经负债要98，就是安尼。但是伊毋是啊，伊这是用南山的，够会看的，南山的无影啦，够会看的啦。我都有讲过，剩下还有米就好啊。今仔日黄老师特别来，真正要和苏律师吼诚意，甲老师讲几句心内话。真感动啦，就是对较早对我伊对我发现伊算甲我发觉嘛，这应该伊知影我有一寡天分，啊伊嘛对我不离不弃啦。哦，遮尔侪年，只要我有啥物拄着啥物困难，我去甲伊请意吼，伊的门完全拢为我敞开啦。啊，所以遮尔侪年对音乐拄着啥物问题吼，我拢去找伊。我感觉每一遍伊的建议拢做有效果啦。哦，而且就是伊看太侪人嘛，伊知影讲，你即摆要做这个代志，你的目标是啥物货？哦，啊，你的动机是啥物货？你是不是爱往啥物方向去行？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难得的缘分啦。哦，到即摆已经30几年啊嘛，对我读大学的时阵到即摆，其实是一个真难得的缘分。欣赏、感动、钦服，这么宝贵的老师甲学生中间的感情。今仔日我要请苏律师谈咱心所爱的歌《镜头头前》，印一个互阮流恋，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的手印。谢谢，哇，这是莫大的荣幸。拄啊，老师咧甲咱教示，黄大军老师讲，爱做趁钱以外的工作。我知影律师会继续坚持，阮嘛会继续等待苏明燕、苏律师、苏而真你的新作品。谢谢。我真感谢黄大军老师今日特别来开讲，多谢律师，多谢黄老师，多谢。谢谢国军。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谢谢老师，多谢，真的多谢。